好，續上次咧就開咗2盒，跟住話仲有第3盒，上次第3盒咧就歪咗，人哋開過嘅，咁今次而家開埋最後呢個第3盒啦，都係啦，解開佢，好啦，今次要做啲咩啦？好，開始。隻咩嚟先 ？U 就將 UR 紅通卡，紅卡真係好嘢啦！咁多張正嘅二畫 ，NT1。R 卡紅色紫色，決鬥高達，係咪決鬥高達？又係鐵血嗰班。R 卡，呢張。有用，有用。沙漠高達，呢張我都有用。R 卡紫色，全部呢一包好多個沙漠。NT1。R 紫色，X。
token。哦，有一張。好，哇，好閃喎，好閃喎。LR，哎呀，白色嘅我唔啱啊。Freedom 啊，好，即刻幫我套住佢先，繼續。LR 鏡寶化咪好咯，做隻 Freedom 俾我，有銀用同冇銀用咧，佢呢張都唔係好值錢添。token 嘅。咦，又一張 LR 綠色嘅啦，希望啱我啦。哦，呢隻 AG。LR 我都要放好啊！兩張 LR 啦，唉，唔知我隻 game 補防有乜希望？終於有呢張啦，多一張啦。咦，藍色嘅喎，R 卡藍色。哦，呢張好再R 白色，唉，咦，仲未出二畫喎，叫出 LR 二畫。地卡你唔出二畫俾我唔緊要，出張 L 加加，咁咪最正啦。R 紫色，哦，鐵血，鐵血。好啦，又係 R 紫色。哇！呢張咩嚟咧？喂，出下咩卡嚟先？呢張應該，但唔係 Source邊嗰邊，應該係鐵孤兒嗰邊，因為我未見過呢個。又係 R 紅色派落，哦佢
盧卡紫色 unit 邊個？呢隻好似咁耐都未抽到 NT 一嗰隻 LR 好似。綠色 unit， 喂死神！哇！遲啲真係可以組隊 wing 喎，純 wing 係。Hello Pilot， 哦，哦閃，唉，我呢啲地閃冇用，對我嚟講。Hello 卡 unit， token， 好繼續。唉，又有十字車聲。Hello unit， 又係 G-Cross。喂，仲未出張二畫畀我嘅？用出張 RR， RLR 加。白色 R， 咦？第一次見喎 ，Seed 嘅喎。睇咗咩？Hello 卡 unit， 好啦，最後3包，開唔係呢3包。好 token，
哇，好閃啊！呢張 LR 加綠色，哦，神龍高達，哇！呢張好似有成嚿水喎。好，咁啊冇啦，咁啊 LR 嗰啲全部開晒啦，睇下有冇開到張 LR 卡啫。咦，有好多張紫色嘅 unit， 鎖喺側邊 double O，yes， 哇！咁我嗰邊就有兩張 double O laser 啦，哇！俾咗張最後一包嚟，姜寶茶俾多張我，咁就圓滿啦。紅色嘅已經見到阿盧卡紅色，企鵝。好啦，今次咧就抽到咁多張啦。好啦，5張，咁其餘阿盧卡我唔攞出嚟啦，就少少啲位。好啦，咁啊今次開箱3盒就係咁多，咁係咁先啦，拜拜。